今天是乌鲁木齐大屠杀11周年纪念日。发生在2009年7月5日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展开的大屠杀。当时有中国武警、特警和解放军涌进维吾尔人居住区，有很多年轻人只是站在路边就被扫射。当晚，政府用高压水柱清洗血流成河的街道。乌鲁木齐7·5事件的导火线是同年6月发生在广东韶关的汛日玩具厂宿舍的斗殴事件。2009年7月5日，以大学生为主的大量维吾尔人聚集在乌鲁木齐示威抗议，想讨回公道，要政府说明整个事件。中国政府则一反常态的没有对这些讨论进行封锁。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认为那是一场和平的示威活动，但是中国当局将其定义为反抗权威和叛乱，针对维吾尔人展开大屠杀。目击者称，中国便衣警察试图将和平示威演变成血腥屠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乌鲁木齐大屠杀的受害者。土耳其伊哈哈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人类与社会研究中心编写了一份题为《东突厥散集中营大屠杀》的报告。这份长达136页的报告是由伊哈哈董事会成员穆拉提伊尔马兹撰写，内容涵盖了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行为。该报告于7月4日星期六，伊哈哈在伊斯坦布尔法蒂赫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发布。伊哈哈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主席布伦特·耶尔丁在报告发布前发表讲话说，报告提供了许多方面的信息和证据，以更好地解释该地区的长期局势。他呼吁穆斯林世界更加坚决反对东突厥散的侵犯人权行为，媒体对这一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在东突厥散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同时，正在加速灭绝维吾尔族所有文化和宗教遗产的进程。诺尔丁伊兹巴塞尔先生编写，并由伊哈哈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人类与社会研究中心发表的另一份报告《东突厥散的报告：从历史到现在的宗教和种族压制》，讨论了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散的历史变化和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行为。今天是乌鲁木齐大屠杀11周年纪念日。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萨拉齐哈纳广场举行抗议示威，并发表声明。同时，该组织在萨拉齐哈纳展开了为期3天的乌鲁木齐大屠杀图片展览。另一方面，维吾尔团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以纪念2009年7月5日发生的乌鲁木齐大屠杀11周年。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在东突厥散的暴行是种族灭绝，并采取行动制止21世纪的大屠杀。此外，维吾尔人权团体在德国慕尼黑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组织了纪念活动。东突厥散共和国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呼吁欧洲议会像美国一样通过维吾尔法案。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武汉病毒疫情时间表，称首先向其通报疫情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自己设在中国的办公室。世界卫生组织时间指出，中国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报告了湖北省武汉市的一组肺炎病例，最终确认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本周，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卫机构发布了新的武汉病毒时间表，其中提供了有关事件的更详细版本。新的时间表指出，是世卫组织中国办事处在武汉卫生委员会网站上找到有关该问题的媒体声明后，于12月31日将病毒性肺炎病例出现的消息通报至世卫组织的地区联络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止一次指责世卫组织，一方面未能提供阻止新型武汉病毒大流行的必要信息，另一方面和中国政府走得很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庆祝了该国独立日。他于周五在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前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公正、最出色的国家。
在拉什莫尔山4位前总统的雕像背景下，特朗普发表演讲，台下聚集了数千民众。在拉什莫尔山前，特朗普批评了全美范围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今年5月底遭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后，全美掀起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抗议浪潮。在特朗普看来，这是一场无情的运动，目的是抹灭我们的历史。特朗普指责道，愤怒的暴民试图推倒美国开国元勋的雕像，强大且自豪的美国民众不会允许祖国的文化被争夺。